猪肉、狮子头、肉丸各显身手，其中酥肉拔得头筹。有个10公分吧。之前那种小条的酥肉吃的很过瘾，这家的大酥肉吃的挺过瘾。要想成为肉中老大，酥肉要历经数字9的考验，才能长久稳固在圈中的地位。有这个，沿着9粒小勺吧，毕竟这9粒是9把。热油定型，彰显粗放。蒸汽蒸熟，塑造外刚内柔的个性。最后，将魁梧瓦解，放下身段，才能更好地融入铜火锅。